大家好，今日係2025年5月4號，星期日，歡迎收睇厚德載物財經頻道。今早經濟概況，首先同大家快速回顧今早嘅主要指數同資產表現。上海證券指數上證今周收喺3279點，跌咗16點，跌幅大約0.49%，結束咗連續3周嘅上升勢頭。雖然本周略為回落，但上證指數喺過去1個月整體表現仍然穩健，主要受到國內穩增長政策支持同市場對經濟復甦嘅樂觀預期帶動。不過，近日市場對美國關稅談判嘅不確定性同內地5·1假期影響交易量，導致投資者傾向觀望，短期內可能繼續喺3200至3300點區間震盪。香港恒生指數表現亮眼，收22,504點。本周升咗524點，升幅2.38%，連續4周上升。恒指近期氣勢如虹，主要受惠於中國同美國可能重啟貿易談判嘅消息，市場情緒明顯好轉。加上港股估值偏低，恒指比近10年平均估值低約12%。恒生科技指數市盈率更跌到歷史低位8%，吸引咗唔少資金流入。喺國內政策支持同海外流動性穩定嘅雙重助力下，恒指有望挑戰23000點關口，但要留意貿易談判進展同資金流向嘅影響。美國道瓊斯工業平均指數收喺41317點，本周大升1204點，升幅3%。連續2周上漲，美股最近上演 V 型反轉，道指同標普500指數都喺4月收復咗特朗普關稅言論引起嘅跌幅，市場對美國經濟嘅信心回升，加上企業財報強勁同關稅憂慮緩解，推高咗指數表現。不過，投資者要留意美聯儲下周議息會議嘅利率決定，可能會影響後市波動。美元對人民幣匯率，美元對人民幣在岸價報7.2716對1美元，本周下跌146基點，即0.146元，跌幅2.01%，連續4周下跌。人民幣近期走強，主要因為市場對中美貿易談判樂觀，減輕咗人民幣貶值壓力。同時，中國央行嘅穩匯率政策同外匯儲備穩定，都俾人民幣提供支持。短期內，人民幣可能喺7.25至7.3區間波動，但要密切關注美國經濟數據同貿易談判嘅進展。紐約黃金價格報3245.61美元1盎司，本周跌89.98美元，跌幅2.7%，連續2周下跌。金價喺4月22號高位3500.05美元回落咗約7%。主要受到美元同美債收益率上升、市場避險情緒減弱影響，特朗普關稅言論帶動嘅不確定性有所緩解，投資者更傾向風險資產，金價因而承壓。市場分析指，如果貿易談判有正面進展，金價可能進一步跌向3000美元。但3200美元係重要支持位，長遠嚟講，地緣政治同經濟不確定性仲會支持金價反彈。紐約原油 WTI 報58.32美元1桶，本周跌4.87美元，跌幅7.71%，連續2周下跌。原油價格受多重因素打壓，包括歐佩克加增產預期、特朗普關稅引發嘅貿易憂慮，同埋市場對全球經濟放緩嘅避險情緒。雖然短期內油價偏弱，但地緣政治風險同供需平衡仲可能為油價提供支持。投資者要留意未來幾週嘅供需報告。美國10年期國債收益率報4.307%，本周升53基點，即0.53%，升幅14.04%，結束連續2周嘅下跌。收益率上升反映市場對美國經濟前景嘅信心增強，同埋對美聯儲短期內唔會減息嘅預期。上周5月2號公布嘅非農就業數據強勁，新增17.7萬就業人口，高過預期，進一步推高收益率。市場預計美聯儲喺5月維持利率不變嘅概率高達99.4%，未來收益率可能喺4.2%至4.5%區間波動。市場背後嘅故事。今周市場表現可以話係冰火兩重天，港股同美股喺貿易談判樂觀情緒同強勁經濟數據支持下，
延續反彈勢頭，但上證指數同黃金、原油就因為投資者觀望同避險情緒降溫而回落。美元對人民幣匯率嘅下跌同美債收益率嘅上升，反映市場對美國經濟嘅信心同對中國經濟嘅謹慎態度。港股同美股嘅機遇，港股同美股而家係市場焦點，恒指嘅估值優勢同政策支持，令佢成為資金追捧嘅對象，特別係科技同消費板塊。美股嘅9年帳同企業財報表現強勁，顯示投資者對美國經濟嘅信心未有動搖。但要小心，市場波動仲會受貿易談判、美聯儲政策同地緣政治影響。黃金同原油嘅挑戰，黃金同原油短期內偏弱，但長遠潛力仲在。金價喺$3200有支持，若貿易談判有波折，避險需求可能推高金價。原油則要睇供需平衡同地緣政治風險，短期內可能喺$55至$60區間震盪。未來展望，下週係關鍵時刻，美聯儲議息會議同中美貿易談判進展會係市場焦點。港股若能企穩22,500點，有望挑戰23,000點。美股則要睇企業財報同利率預期，投資者要密切留意經濟數據同政策變化，靈活調整策略。港股熱潮內地而家仲喺5·1假期，但港股喺5月第一個交易日就開門紅，氣勢好強。恒生指數上週5月2號衝上22,500點以上，短線反彈好似又啟動咗。點解會咁？同商務部新聞發言人嘅表態有關。佢哋話中國正考慮同美國開貿易談判，呢個消息真係俾市場打咗支強心針。而家港股正處於估值窪地同政策視窗嘅黃金交叉點，市場情緒越來越熱。從估值角度睇，恒生指數比近10年平均估值低大約12%，恒生科技指數嘅市盈率更加跌到歷史低位8%，性價比真係好吸引。加上國內穩增長政策一把接一把，海外流動性嘅干擾又開始減弱，仲有各國同美國嘅關稅談判有進展，市場對後市越來越樂觀。睇嚟港股仲有得升，震盪向上嘅趨勢好似好穩。香港經濟亮眼，講到香港本地，港府上週5月2號公布咗第一季經濟數據，增長速度真係令人振奮，經濟同比增長3.1%，遠超市場預期嘅2.1%，仲比去年第四季2.4%、第三季1.9%同第二季3.1%都要好。呢個數據顯示香港經濟正在穩步復甦，未來仲有潛力。轉去美股，最近真係上演咗一場 V 型反轉大戲。4月初因為特朗普政府提到對等關稅，美股跌到亂晒龍，但短短2週就強勢反彈，標普500指數仲創咗20年來罕見嘅9年漲。上週5月2號，美股3大指數高開高走，全部升超過1%，標普500同道瓊斯指數連續9日上升，標普500更加創咗2004年以來最長年漲紀錄，成功收復4月2號以來嘅跌幅。雖然4月全球股市波動好大，納斯達克喺月初第一週試過跌16%，但最終標普500隻跌0.8%，道指跌3.2%，納指仲微升0.9%，真係一場驚心動魄嘅深 V 反彈。講到美國經濟，5月2號公布嘅4月非農就業數據好搶眼，新增就業人口17.7萬，遠超市場預期嘅13萬，失業率維持喺4.2%，同之前同市場預期一致。呢啲數據顯示美國就業市場仲好有韌性。市場分析認為，呢個強勁數據可能會支持美聯儲喺下週議息會議企硬，唔急住加息或者減息。根據芝加哥交易所嘅美聯儲觀察工具，5月維持利率不變嘅概率高達99.4%，比數據公布前嘅95.3%更高。6月維持利率不變嘅概率有53.8%，降息25個基點嘅概率係45.9%，降息50個基點嘅概率得0.3%。高盛分析話，穩健嘅勞動市場比美聯儲更多空間觀望。但如果經濟前景惡化，年底可能有機會重啟寬鬆政策。原油同黃金市場，國際原油市場呢個星期好似過山車，布倫特原油同 WTI 原油分別跌8.31%同7.58%，主要因為歐佩克加增產嘅預期。
特朗普嘅貿易言論引起憂慮，仲有市場對全球經濟放緩嘅避險情緒。黃金市場同樣波動大，週線跌2.28%，收喺3240.6美元每盎司，比4月22號嘅歷史高位3500.05美元回落大約7%。金價下跌同特朗普關稅言論引發嘅避險情緒減弱，美元同美債收益率上升，仲有市場對美聯儲6月降息預期降溫有關。分析認為，金價喺3500美元附近可能暫時見頂，如果貿易談判有進展，市場風險偏好回升，金價可能跌到3000美元，但3200美元係個重要支持位，空頭會喺呢度死守。長遠嚟講，經濟同地緣政治因素未有大變，金價回檔後仲有機會反彈，近期拋售可能有啲過度。比特幣動向，花旗最近提到，比特幣同其他風險資產嘅關聯好似有啲分化。喺黃金表現唔好嘅經濟環境下，比特幣更似一種硬資產，表現同黃金有啲相似，值得投資者留意。總括嚟講，港股同美股都喺反彈軌道，經濟數據穩健，但原油同黃金就受壓，市場波動大，機會同風險並存。想掌握更多財經資訊，記得俾個 like、subscribe 我哋嘅頻道，仲有開啟小鈴鐺，唔好錯過最新更新。下集我哋會繼續同大家追蹤市場動向，記得返嚟睇。多謝支持，拜拜。